为提倡本乡运动风气，同时发扬太鲁阁族先祖传统智慧。1年1度的太鲁阁族传统射箭技艺竞赛暨乡长杯槌球锦标赛，于111年9月24号，在本乡富士垒球场及富士槌球场盛大开赛。球里乡长王玫瑰、代表会主席赖俊杰、族群委员吴雅文、雅尼顾问曾金龙及本乡各区代表、村长、部落主席及部落组长皆一同到场关心赛事。这几年，其实我们不仅在重视运动赛事，我们还培育人才。那除了借助我们的体育会以及社团来办理各项的培育课程之外，我们都希望鼓励我们的社团、学校都能够参与全国大小赛事。我们要一起再努力。我想，这不是只有争取奖项，最重要的是凝聚民心，争取我们花莲县秀林乡土谷的精神，好不好？好。本次竞赛项目共计45队143人，一同参与本次射箭及槌球赛事，期待透过竞赛与体验的方式，能够传承及发扬原住民传统射箭文化技艺，推展传统射箭技能，进而保存与延续太鲁阁族的传统射箭文化。槌球更是近几年乡内运动的风气，不仅是部落长者，部落青年也逐渐开始参与本乡运动。综合以上积极的推广运动风气的政策，秀林乡的选手也在近几年的运动赛事屡屡斩获佳绩。更重要的是养成运动的好习惯，将运动纳入生活的必修课程。Suku dapat saling kakaita Galiga ni ganda Legali ko bisa puso Maluho Maluho Malubi kumur mo sayang秀林乡公所美宣组报道。秀林乡的 Line@ 官方账号正式上线喽！只要扫描荧幕上的 QR code， 或者在 Line 搜寻 ID， 赶紧加入我们，即可获得乡内第一手消息。还在等什么？拿起你的手机加入我们吧！